来，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续来咱来看卖下一期，提供有各位的参考号码。会员朋友会记得看咱的会员影片嘛，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特别订阅咱频道的朋友，会记得咱的频道订阅起来。首先，咱来看一下顶年8月29号2830做伙举出来下两期带空买2块。第二组顶年6月25号2830做伙举出来下两期空买带1块。第三组来，顶年8月7号2830做伙开出来下两期，空买带3块。第四组顶年8月27号2830做伙开出来下两期，空买带2.3块。上尾一组，咱今年6月18号2830做伙开出来下两期，来空买。其中3控是准提正3高期，来以上号码提供咱539朋友参考，会员朋友会记看咱的会员影片，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，祝各位拢会使顺利中奖，咱下期再搁见面。